面目台，一直要报课长。侬课长会面话，很渔民的都是侬课长会面话，面话是医生，面话是课长。我了地方，我了地方，卖店，狗，八基用面面，弄满站，弄满站，眼用枪，狗你不能用，大这些，我罗地方卖店狗八基用面弄满站，天黑的时候，我罗地方那个地方卖店狗就是顾，就是看的意思，看羊的人，狗就是看的意思，照顾的意思。狗八基用，这是一种羊，就是绵羊。八基用就是绵羊，面弄满站，天黑的时候，天晚的时候，晚这是晚。我罗地方卖店狗八基用面弄满站，要煮酒。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太谷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